有种。講嘅放啥？我同佢啊，等下我過去查，去我送俾咧，也係下南嘅，韓族嘅妖術。同看啊。安樣哦？下南喎。下南。好，嗌團送俾，佢問人呀。啊，喺下南。很強啊！來，妖術，來。要食糖嘅呀！生意啊！較生意啲哦。好啦，原來漲點。梁山伯祝英台啊！讓我問啊！來。唔好糖啦，喺糖唔錯，就愛嗌嘅要求。按樣型哦，看人細細哦。但係唔對一睇哦。咁嘛，我要麼係留喺天堂講嘅嘢講撒下來。係個藝人咧。佢夠用啊，主編係看面嘅要求。好，藝團送別。個假期呢？阿媽愛送台北。我幫你啊！過來，看下先。什麼東西啊？藝團送別。腳啊！個假期呢？係主要送台北。來去這東西啊！來去這東西。公安叫。好啦，一沙一乾。按字寫。咁點樣嘅啊？可樂。喝茶。有吧？講他生意哦。哈，喺下南。咧，我記得靠嗌嘅要求哦。好啊，老嗌講想去乜街？你下係忙上到，係上到得兩個。阿燕呢？
係咪㗎？你老眼講哦。老公啊！媽尼娜，阿燕呢啊？哦，入來啊！燕飛啊，哎，做得了嘛？做的啊，長老清明節哦，沒有出席啦。哦，來綠茶餅。俺只是夏天咯，哦，俺長老清明節哦，沒有出席啦。見本人照嘅相片哦，我看冇，好啊好啊，去搞來啊。感恩。嗯，安定印象呢？係啊。當時哦，看到小個安樣呢。俺想哦，其實都兩邊哦，聽說要按兩燒嘅。哦，咁有按好勢。冇去學到嘅阿友做同胞。冇啦，正經當好勢啦。我想哦，我轉台北了後哦，了米是阿無橋嗰邊哦，就想唔到。咁，哪叫我轉台北呢？了地位全下體啊，就冇理由留你了面。其實哦，我有老愛成個朋友緣好，然後佢講，我轉台北了後，我要請一個較緊條嘅條路啊。以後啊，你還沒按鈕知道啊？你要什麼？講到凱琳哦，你係什麼朋友啦？佢真經係一個真好嘅細妹嘅，佢同關心我，但老佢哦，認識有6年、7年有哦。佢老愛無強樣啊，佢係好建築嘅。當到有名嘅建築哦，全就係佢做嘅。佢咩買做意大利麵啊？係哦，有限哦，我來台北，嗌老凱琳哦，做帶唔起間佢當家嘅意大利麵嘅，好冇？意大利哦，我係冇去過啦。佢學校都無限啊，做先生嘅哦。係啊。有咩無限啊？係真想唱呢，來啦，嚟做啲介紹哦，凱琳讓我認識，好冇？不用了解下就做得來啊。見行見也。
来嘞！哎，姚总，哎，阿嫂，总妹，爸爸到了。阿嫂，爸妹，那个，哎呦，好久无爸妹生意哦。第個要無看到，要無看到，要做咩進來啊？係啊，係啊。阿爸，爺你好，叫無看到，應來應獎了啊。阿爸妹應來應後生啊。做阮的三百。哎爸，哎，暗冲哦，你在营养品做的嘛？哦，唔通咁讲，唔辞职啊，也无讲医生，哎，这种无嘛该唔是讲的啊。今日无去睇你请阿中咯，啊点到了睇去请名所。哦，我来太远哦，有神圣的任务。冇啦，以後聊呢啲事情哦，就係無限題，有資源要俾睇了錢用啥啦？唔係啦，我去轉來天數嘅，誒，哦啦，無限多事情啦，係啊我俾人嘅研究咯，係識用嘅啦，來來嘅天數哦，八分一嘛。來啦，誰你啊？大哥，今年俺兩兄弟聽說佢飲杯爽快哦。係啊，俺兩兄弟千叫無強下啉酒啊，無睇下強下來啊，來啊來啊來啊！你本人睇過睇數進嚟啊，揾日阿爸爸妹。你冇卡東叫冇安尼啊，窮下食飯啦，同樣嘅。係啊係啊，係啊，入邊係咪入邊？哦，阿爸，佢哦，喺啲兩邊人客，差唔多6年肥，都喺住緊人啦。哦，來來來，兄弟，唔是生意，來食家樂啊！在我講無結局哦，都正經係食緊嘢嚟啦。哦，希望嘢冇嚇。咁係，我爸妹，我同阿友仲攏講啦，嗌老佢哦，出平約甜甜嘅，我起啦，我起啦，起啦。感覺講健康都，書面，同將咪講過唔了。錯，阿嫂，你咪強樣按你上嘅，就係唔啲超慢嘅咧。咩？哦，唔要就按你應看佢係識嚟落班。啊，係來，入邊來，來隨便來。出來生有嘅。媽媽，啊，乖。阿爸，禮拜老爸妹轉來，打算帶佢嘅啊？哦，入拜老爺幫你進來，應該會係較久的話啦。哦，真好啊！我阿媽媽窮下不用了，俺係睇了幾片嘅工廠咧，咁有印象的。老大要緊啦，生意就冇出辦到啦。哦出辦，既然也唔講，我定係要咁講啊。忽然間冇出辦到好。啊唔咁講，我嚟講好嘅啦。啊，建房有風啊，希望日來看到啊，俺哋強家人嘅分享啊，一擺啊，有干樣啊，一天2人就聽數啊。阿嫂啊，你買事情就慢慢嚟講啊。係啦，做我睇到嘅工廠啊，就再唔過來啦。大哥，嘅我依度咯，唔講。阿爸，冇玩笑啦。有冇問題？俺叫我嚟想辦法解決啦。係啊，阿爺講嘅錯，冇買事情係想起嘅解決唔得嘅咩？也竟然還沒有充到嘅錢啊！有種啊，假使啊，將收扣錢聽聽啊，我同阿妹就唔是賺來。大哥，俺哋係兄弟呢，只要我做得多嘅，我一定會讓你聽數嘅。好啦，天房，也擺轉來，我做起上一同產銷，
人家就会摇床，迄讲来买摕的花，我想就做在加减下嘅问题。太公，药厂迄烟饲家，迄主公业呢？你用做阵拿来买天咯？伊某呢，免较详细着啊。我是唔会烟好嘅。是吧，人讲？是错呀。哪事情是爸人讲啊？阿哥困倒的，若说天数唔到，会迄唔迄跳唔久兄弟情的？我想按倒，我咧药厂现饲木嘅主工业，按用做买边度饲木啊？还有啦，从路里来，佢药厂就去泥沙去打理。俺们第一有新嘅想法，故说唔管用做，俺就冇意见。阿婆呢？用啊，偷偷人要不用，莫偷唔错哈。偷偷爱啊，很前世哦，小到好凶啊。咱有年按用，我哪自家嘅？做唔得啊，本上就按用。错对啦，错对啦。做梦嘅？好啊。見行見也。阿爽，按用做得好。嗯。清理包哦。哎爸，你着你上摆记着洗我的作用是哦。会啊。哇，还好生做火柴条咧办款。爱上啊，了解着啊，严格滴滴答答嘅东西啊，做着消化，我本家着电痛久咧。嗯。哦，七星山还没有啊？哎爸，计无吼，我迄老高中公公啊，无听错，开门按你交托尼的课上，唔可能将按将的思路传下去，唔敢管用的啊。咋讲啊？咋讲？遐药厂是毋知还要裁吗？爸，你要按用讲呢，唔免问迄老太爸，老太药厂买摕哈。爸，我冲转来诶。哎，小董，阿问，遐药厂的事，唔起因也把隔壁，还爱到了边，你讲？我爸以前的工厂有问题，我今日唔会想去买药厂。咁唔按你，你去赞成留喺藥廠買摕咯，係咪？唔免按用講。唔咩都最好，
莫打算哦，阿爸咪按想，含本收费啊。哦，大概就按钮。阿娘娘啊，做唔得？好了，爸，没事啊。阿忠啊，该搬出去。要。较巧了社会啦，哦，但迄个药厂啊，不快啊。看到一个药厂还不差啦。贵州那个凤凰那个应该冇。哦，迄无啥问题啦，迄呀，迄药厂吼也按多年来，一次做牙露台都会xử理啊。系啊。爸，你要送来？直播了。哦，太公了，哦，哎呦，起身啦！你一时啊？调解，你看你先叫无见啦哈。係啊係啊，同爺哥講，今天有個藥廠去賣。哎呦，佢哋上班嘅的錢係唔係賣啊？樣啊？也係你啦哈。你家有廠哦，嗌得冇買。你先啦，我冇你吧。还是？爷奶，爷奶。哟，係啊，樣啊樣，係未講好啊？无嘛问题啦。歹勢啦，啊，唔調解，阿妹吼，嘅脾氣都冇嘛好啊。好啦。阿爸，用做的带着你来买个油葱咯。阿爷呢？有讲唔错喎，啲药廠係人太白嘅呢，叫買藥廠，咁樣唔同意啊？刚来爸用噶啥？用全出門你上高見哦。講緊嘛嘅花？阿燕啊，唔該講咧。太嫂啊，太嫂，太嫂，咪啲藝鄉最近老太哥，我就請阿油葱買鐵，那有時唔會錯得唔錯嘅。阿峰啊，你講嘅啲花係嘛嘅意思啊？太嫂，老太哥去大陸做生意按多年咧，油葱就阿慶鳳幾實大理嘅，弄做得講買就買鐵。做嘛買唔得啊？啲藥廠也係冇到嘅成勢，係咪行到睇？啊不是啊，做買睇技術好嘅咩？老太哥，油葱係自家嘅主工業，我係純就係兩兄弟嘅經驗，就要留個油葱留定下來啊，係冇？太哥，干正經老油葱買鐵，問題就做在解決啦。迄講改變做唔得，因就轉來做。因搶去大片啊，就無嘛該做唔得嘅啊。爸，阿叔講嘅錯啦。伊遐三線又停退咧，阿叔就存到藥廠，很重擔指示啊。有種啊，你上來係慢啲來啦，做唔推騙人講法？唔免安樣講啊，叫我做希望你。乖捱出家啦，冇好好留出家主公一個。聽到，搶人用太過，行無路嘅啦。太哥，慶豐啊，唔咪講，老慶用係好兄弟，一擺啊，伊天都聽數啊，就問嗌方言啊，橫講橫推啊，爸，唔好安樣啦。
先呢？今本日唔是好搞啊？系啊，今日抢送半年的课诶。哦。阿妈无出来哦。嗯，佢讲哦，佢妈妈私下有种场面，张哥讲，我无卡了下味道油葱，气氛冇买好。爱知的，就害阿妈哦，强个站总，然后娘个太阿北哦，蛋阳面，然后起来，对无？系啊，古说我妈会做佢嘅报表。哦，个我就毋是老家着讲我咧接，无拄勇士哦，巴肚嘛该，我非毋擦的。地处好，含上我嘛。見行見也。阿燕呢？无啦，我喺讲，按多年呢，真经人子细哦，唔兴，我对了素材嘅调查研究，免不按顺序的。啊，冇嘛嘅啦，出外哦，本来就靠朋友啊。是冇唔记得爱，等了得朋友就好诶。我唔会唔记得，你也对。拜托拜托，我是真经唔想破坏下气氛啦。但是唔两三呢，唔讲一句，爱讲一句，我讲到那向始终要说起啊，你复查唔会电影哦。阮讲啊，你点点讲法做得无？好，我去查档的。唔两三，你也片慢慢的讲啦。一两推，阮带转去嘅吼。你喺乜街啊？包小同番薯啊。哦，错啦，他是唔记得老阮讲，我妈哦，准备一条滴滴答答的东西，要送俾阮啦。按到。佢讲唔清楚要想念因了边嘅东西啊，佢出去老阮准备的。按子说，放明按有心呢。哦，系哦。也没有东西要送本，乜嘅东西啊？打开了就伫咧。唐云浩，张今个米复查跟你哦，我昨天冇忙爱讲啊，你还认得出来？人家顺后下成3只安泰仔嘅是唐云浩，我家已冇看到出发一男吧？英飞，有汉，记得联络我。你还听说未啦？给，我先走了。
拜拜。麻烦你帮我将这个社区的公社图做一个建档，是，包括所有的图片都要做一个存档，然后做一个整理之后转交给客户。那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再做一个记录回复给我。OK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发包。哦，好。Catherine， 柜台有你的快递。可以麻烦帮我代收吗？他说让你亲自签收才行哦。好，那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出来。好，谢谢。等我一下。快递呢？你不是应该在泰兴吗？我那边的工作结束了，所以亲自当快递，把招待券送过来，请先收。建筑展。我还以为你忘记了。我怎么会忘记呢？答应你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做好。谢谢。阿英呢？你写唔错还不容易错哦。阿英呢？挑死个哦！高听啦，是阿深的，算了，唔好让人计较啦。徐先生讲正经的，咱语敢迄啲台湾嘅东北片、东南片啊，嘛个泰雅族迄个达悟族，体力用会搞嘅，达悟啲嘛，体力用会搞嘅，迄上嘛个母人之体哦。无啊，哪有啊？真爱骂死啊！哦，我迄上个母人啊，叫阿赞的，记得无？哦，不上个就唔见摕咧，MSN 就沉默了，一模意思啊，无记久就唔记得我呀条呢。唔免啦，今日唔伫见迄啦，记了下应该去摇资料的。摇资？真个摇资？啊有钱哦？遐个所在愈来越无强用。伊讲要带个纪念品转来送人啊，哈？嘛个一暗太空，T色茶。唔好乱通啦！今日唔伫个腾云号，是暗太死吧？做嘛？小总，他不用诶。唔好乱通啊！放饭你就给我吃亏了。啊，银币啊！哦，你有银币送给我。放爱啦！好啦好啦，按下啊，咻咻咻。银币哦，当中意义哦，按恶哦。起步的西门已经是按恶哦，怎么就一个唔讲给他了？慢慢我拢讲吧。唔免啦，哎哦，迄上倒去摇床个事哦，上爱跳那啪啪滚。因呢，唔会怪俺爸啦，其他年事俺们冇办法。迄讲阿爸个厝近哦，俺妹伫啊。毋过摇床迄用世界的主公演呢，迄安用去哪来买摕咯？
银辉，这又不是原广司。凯琳，你看，这作品很棒，你再看一看。可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要来看原广司的展览哎。你不是答应我的吗？我想赶快进去。等一下我们回头我自己跟你来。見行見也。是谁？不要再讲了。干嘛啦我？们才刚回来，不要那么辛苦，出去外面吃。不要啦，我都已经做好了。你不想吃吗？想吃。不行，这个不可以现在吃。可以帮我拿桌上肉酱吗？好。那谢谢。今天吃什么？吃意大利面。不可以偷吃。对了，要不要帮伯父留一份？我会帮他做。他都很晚才回来啊，不用顾虑到他。赶快吃啊！我今天煮了很久哎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啊？可以当老婆了呀。你该不会只会做意大利面吧？怎么样？我就只会煮意大利面。银辉，这个给你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打领带，可是你要去上班的公司规定要打领带啊。打开来看看，我选了你最喜欢的红色，我想一定很适合你。你看，配你的西装一定很适合。我一定会每天上班都带去的。银辉，我真的好高兴哦！没想到你愿意为了我去上班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其实到哪上班都一样，我都会好好做。喂，嘿啊嘿，北妹，妞的哦，身体检查，嘿，嘛该，我会带烟哦，好，兄弟，我要带去。好，好。怎么了？我爸身体健康检查，明天帮他带一点东西过去。快吃吧。田管日可能会安排旅行社做巡回天后团审检查。田管日这时。我会吩咐你上来当天数。好，安志生呢？就是这样。有这件事情，你看，
检验报告还没出来以前，嘛该做毋是搞。不过，俺没有事情啊，俺有事情还没做完。伊还没先转去啊，伊有嘛事情，俺当打电话拨。嗯，你这个唔好想很多。公司的事情搞不开就好诶。嗯。俺先转去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那个金叶先生可能要麻烦你们多照顾一下，对，尤其他饮食部分可能，他有一些要。阿丽。哎，饮肥。啊，拄好，你要来看你哦。系啊，我有几朋友寄来做检查，系啊，唔免去看你系无？唔算黑啦，我爸来做身体检查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行啊。好，慢行诶。唔要讲身体检查，怎么还代志啊？呀，身体检查没全部做完呢。也不会做毛忙诶。我伫个检查公司做啥啊？哦，出开恁同介绍几件的无？讲到开恁啊，两啥行安久的，我打算咧，我本人电踢球。条路听贴怎讲啦？医生有讲对嘛？感冒？啊，毋知啊。这些公共的空间啊，最主要是可以让他们在繁忙的一天回到家里之后，不是那么拥挤跟压迫感，可以让他们跟自然接近啊，放松。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那个儿童游乐场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乐场上面，它的儿童游乐设施下面有一大片的草皮。这些绿地跟自然，其实就是我这次社区建筑里面一大重点。我希望把这些空间呢带到现在繁忙的都市人他们所居住的场合里面，让他们回到家里之后呢，能接近大自然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就不一一的介绍。我今天的报告大概到这边。不错不错，因为你表现得非常好。不过你太理想化了。天房啊，莫拿阿爸来当哈，你心肝拄多上来啊，那当然唔厉害。哎，迄个去请阿公呢，我了解佢啦。我知道你不能适应啊，可是现实跟理想本来就是有差距的。流过山，流过天，流向爱，土地的记忆涌入水中，10月爱的在一沙一沙，是祖先行过的印记。
日甲悲向天